英国纽卡斯尔市宣布终止与中国城市太原的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原因是中国政府破坏维吾尔人权的相关指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纽卡斯尔市议会11月2日无异议通过动议，终止与中国山西省惠城市维持多年的友好城市关系。发起动议的英国自由民主党人士泰勒表示，在那些可怕的侵犯人权指控下，纽卡斯尔不能再与中国维持关系。公开资料显示，纽卡斯尔与中国工业城市太原之间的紧密关系始于1985年。太原市10多年来也派了很多个代表团访问纽卡斯尔。截止2022年，太原市已与12个国际城市缔结紧密关系，其他城市也正在考虑是否与中共专制的城市继续保持友好关系。随着中国孔子学院在各国陆续被关闭，另一个少为人知的中国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正在进驻“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从2016年在泰国设立的第一个鲁班工坊以来，目前在全球19个国家已有25个鲁班工坊。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葡萄牙以及中亚国家，到处都可以找到鲁班工坊的身影。鲁班工坊由天津市政府启动，以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工匠鲁班为名，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居民提供职业教育，从机电一体化到应用电子技术，从自动化到机器人。各地鲁班工坊教授的项目随当地的需要进行调整。鲁班工坊与孔子学院的输出模式基本相同。自2017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孔子学院成为中国宣传其软实力及意识形态的机构。在过去4年里，美国大学里的118家孔子学院有104家已经被关闭。一些专家认为，鲁班工坊将使得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在地缘经济上占据优势。中共将这个区域视为与美国竞争的重要环节之一。11月4日，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了中国，是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以及中共20大后访问中国的首位欧洲及7国集团国家领导人。陪同舒尔茨出访的有12名德国商界领袖，分别来自大众汽车、西门子、德意志银行、宝马等跨国公司。访问期间，舒尔茨与习近平、李克强进行了会面，随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消息显示，当天中共政府批准了在华外国公民可以接种德国公司研发的复必泰疫苗。中国航材集团也与欧洲空中巴士公司签署了总价值170亿美元的大型订单。根据报道，舒尔茨在访问期间明确表示，台湾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是以和平为主，经过双方同意的。关切维吾尔人权问题，并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舒尔茨也批评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会谈中，习近平表态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被外界看作是中共政府首次警告俄罗斯不要在乌克兰威胁使用核武器，罕见地背离了中共一贯默认支持莫斯科立场的做法。近年来，由于中共践踏人权、对外扩张挑衅、无视国际规则，在国际上越来越被孤立，西方社会对中共的态度也越发强硬。此时，舒尔茨访华，而且带了一个大型的商业代表团，自然备受各方的关注。联合国气象大会11月6日在埃及开幕，大会发出了新的警告：全球变暖正在加速，损害赔偿经济将首次列入议程。世界气象组织在开幕式上发布了一份报告，警告从2015年到2022年，这8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时期。会议一直开到11月18日，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试图为应对全球变暖的斗争注入新的活力，而震撼世界的多重关联危机，包括乌克兰战争、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威胁，以及粮食危机，使人们担心的气候变暖问题被置于次要地位。预计将有1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周1和周2的峰会，他们被认为将推动为期2周的谈判。拜登总统将率领一个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16位高级官员在内的代表团，在气候会议上向全球证明，特朗普时代的否认气候变暖和不采取行动已经成为过去。
拜登力争恢复美国在气候行动上的信誉，抗衡中国对受气候变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拉拢。大会主席呼吁代表们扩大雄心，并开始实施已经做出的承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旨在防止危险的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干扰。目前公约已获得198个国家的批准。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则是公约的延伸。